各位观众朋友平安，欢迎收看6月7日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郭碧君，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南怀公路这几天山区有崩沙落石，即摆也未全线畅通。伫咧南投的澳万台游乐区也惊有崩沙，暂时无开放。超商的卖货编号部和店头甲人客买物件是真利便，不过最近却出现诈骗集团用假的卖货编网站诈骗民众。有一个姓杨的嫌犯用这款方法诈骗7个民众，计共有146万。尾手是南口警方抓到嫌犯，当中有3个人。我们林口这里有案件要请你说明。提出股票顺利甲骗徒抓到，因为这诈骗集团利用超商7-11的卖货便平台来骗人。警方调查，嫌犯经由面试买卖平台，假先是买的人，讲即要追踪买的人就说参加抽奖。等被害人追踪，就发出假造的卖货便链接，讲被害人已经是抽奖的得主，买物件就使获奖。本分局近期获报，有多名被害人因透过脸书社团购买商品，遭诈欺集团假冒线上客服专员，以开通诚信交易为由，要求被害人汇款至指定账户。警方讲，被害人汇钱买物件了后，嫌犯会以无多经由卖货便完成交易为理由，诱骗被害人开通线上交易，要求转销验证身份，就假设银行的客户人员，只是操作转销到指定的口座内底，总共有7个人被骗去146万。被害人汇款数次后，惊觉有异，便立即报警处理。本分局立即组成专案小组，破获以杨姓犯嫌为首之诈欺集团。全案依法移送新北地检侦办。随后，对着卖货便这类诈骗的手法，刑事局是邀请艺人来宣导，呼吁民众提高警觉。诈欺集团以无法下单为由，诱使签下不明的金流协议，请卖家绝对不要点开这些仿冒平台系统发出的不明连结，乱加赖，更不要误信话术操作网银汇款，掉入2次诈骗的陷阱。7-11讲会伫官方网站顶面主动来提醒反诈骗的信息，也强调7-11甲卖货便未经由改信，要求消费者提供个人的资料，若是有疑问，会使打电话予服务人员问清楚。记者综合报道。连假期间，民众要加注意山区道路的状况，亲像伫咧南环公路有一个所在，这几天有发生崩沙落石。虽然早时开始有陆续咧清理，但是台东的迄头也阁有崩沙面积较大的所在，也未畅通。另外，伫咧南投澳万台森林游乐区也惊有崩沙甲烂雾霾，暂时是无开放。6月7日才会重新开放。落石对干那山的大型崎岖继续恶，南怀公路台东海端乡莲园路段，车市半暝遍布崩起，大量土石将道路砍掉，完全无法通行。车北早起，关山干部段委外厂商进场抢通，也毋过因为崩塌面积受大，佮加上一流落石甲山区起雾、南旁的落雨，抢通时间为下昼3点，延后到6点。土石也一直为遍布连落来，南怀公路高雄迄边的马苏花儿崩坑路段，也因为最近山区强降雨，土石含水量悬，顶遍布崩塌落石，佮继续落拢无停，影响作业。干务段估计爱到中昼12点抢通，也毋过因为台东这边也有大量土石爱清理，只开放门西口，加向阳通行。由于午后山区比较容易下雨在这边呼吁，如果上山的游客来注意这个山区的一个路况非必要的时候尽量不要上山。另外，澳万台国家森林游乐区连外道路，因为南大山区开放，土沙流修园3天，到6月7日重新开放。信义乡玉山北同关步道东部段崩塌封起来。521连假有计划出去佚佗，拢爱加注意山区相关状况。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市一间伫香山区的工厂讲一工业社下晡起火烧，消防局4点14分接到消息，随派南寮等消防队到现场支援。到在1点钟了后，大火就受控制。会使看到着火烧的铁厝四界拢是咧青乌烟，这间铁厝工厂着火烧的面积大约有500平方公尺。消防人员有水线抢救火势，伫咧下晡5点15分左右控制掉。另外，因为这场大火，国道1号的部分路段也暂时无开放。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这几天分别甲美国、法国的总统见面。美国总统拜登宣布新一波的军事援助，规模有超过2亿美金。法国方面除了承诺会提供换上2000战机，佮按算组成联盟派军事教官协助训练。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初次对法国展开正式访问，去爱丽舍宫拜会法国总统马克宏。马克宏表示希望建立一个多国联盟，向乌克兰派遣军事教官，和训练更较有效率。虽然罗西亚警告，安尼会让这些教官也加做合法攻击的目标。法国有关希望赶紧确定这个结果，也个答应提供幻象2500型战机，佮会伫最近来提供训练装备高资助规个旅4500人的乌克兰。Elle sait aussi que la Charte des Nations Unies et l'intégration européenne, qui ont précisément été inspirées par Ми маємо позитивне рішення щодо тренування пілотів та інженерів та отримання французьких літаків. Дякую тобі за це рішення. Ініціативу президента Макрона щодо відправки інструкторів в Україну. 期间较早，泽伦斯基去法国国民议会发表演说，经过历史大战诺曼底登陆8年了后，欧洲搁一摆徛伫十字路口，普京就像希特勒共款，一摆搁一摆划过暗线，是咱的共同敌人。 Чи може Путін виграти цю битву? Ні. Ні. Бо ми з вами не маємо права. 泽伦斯基也伫巴黎甲美国总统拜登见面，拜登答应坚定的支持，佮对国会拖延通过对乌克兰军事援助表达实力，同时宣布增加提供2.25亿美金，但要代表70多亿的军援。下礼拜的7大工业国高峰会上，泽伦斯基会甲一寡富裕西方国家领导人佮一摆见面讨论利用制裁冻结的500亿美金罗西安资产支援乌克兰。公司新闻收回中内容。 又讲官校就要100年校庆，不过即阵中国煞抢办黄埔校庆，就咱活把的退伍的官兵到中国参加。国外一寡退伍的官兵办中国的居住证、金融卡、驾照，甚至是办手机啊号码。有立委就质疑即寡官兵是背叛国军。又个外校专修班的校友会是否认这是接受中国的统战？ 中华民国在哪里，黄埔就在哪里。校友体育将领卖接受中国引诱，陆军官校100年校庆即要登场。不过中共一直伫求国军的体育将领，虽然体育会大力来煽导，以往将军100位的体育将领决定到中国有加13出发，首站到厦门，却是申办居住证、敬老证、银行卡、驾驶证，并且开通中国手机的门户，再据此互中共来列管。外界烦恼讲，恐惊真多国安的破坑。 背弃自己的学校的校训，跑去参加中共解放军帮你准备的黄埔100年校庆，武德何在？忠诚何在？不知道什么人刻意的去曲解所有的邀请。我们去的是用旅行的方式啊，因为银行卡要有电话卡，然后才可以关联他们的支付宝跟微信，才可以在淘宝上买东西。 周成龙补贴接受中共的统战，是家己申请到中国办理居住证，是福建省对台湾同胞有优惠的政策。手机的门户是中国拢用行动支付，也过相关的通联、金流的记录，咱通无法度追踪掌握。另外，国防部册别发布有22架中共机舰船继续侵略台湾，美方是警示，共军为着武力还台，长期来研究2舰民军诺曼底登陆，将着学习发展人工码头加大型民船舰艇。在参谋作业，比如说一个登陆作战，你会需要多少的人、多少的时间、多少的物资，这一些的计算模式给中共这边来讲，他可能会去做一个以这个为基础，再去与时俱进，参考现代的战力。中共在台海联合2次军演了后，共军东部战区军事动作进阶，最近出动最架的飞弹快艇，在东海来展开实弹的演练，进行情报侦查甲电子的防卫，相关区域紧张情势。记者综合报道。 有一种遗传疾病，叫做白化症，因的身体生成欠黑色素，互因的皮肤头毛看起来是真白，目睭的色水也真浅色。也因为欠黑色素的保护，因的皮肤、目睭拢会真惊光，视力会较歹，定需要去互医生看。即阵有关怀白化症的民间团体，希望把白化症列入罕见疾病的名单，互大众更加知影因的困境，就较通推测对因友善的环境。 这阵下岗当咧带的囡仔，皮肤白泡泡，头毛是白色，也是浅黄色，因是有遗传性疾病白化症的囡仔。这款疾病互因生成欠缺黑色素，会影响头毛、皮肤甲目睭。目睭欠色素保护会惊光，视力较差，皮肤也惊晒，较会白白。
我们可能可以看很远，可是他们就是比较看得比较近，因为他现阶段是3岁中，还不太会讲话，对，也在慢慢训练语言，我们就不知道他到底看得到看不到，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家长一些困难点。马偕病院表示，台湾白化症患者大约有1000多个，白化症患者需要较侪医疗资源照护，特别是眼科、皮肤科，因定需要找病院看病真忝头。关怀白化症的民间团体，帮白化症通列做罕见疾病，推出整合性的医疗资源，减轻家庭的照顾负担，也通协助减轻父母的惊吓。产妇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小孩，是这个样子，她可能会情绪失控，或者是有产后忧郁症。当纳入罕病，透过通报，我们做了马上关怀，那这个产妇的忧郁症的症状是可以减少的。他们就医的频率会更高，然后在未来就学就职上面可能影响会蛮大的，因为就医的频率的过高，可能会带来他们的一些经济上的负担。白化症患者在成长阶段需要较侪医疗资源，甚至是早疗资源。囡仔开始读册，也可能需要罕见设备，也是特别学习资源需求。医师表示，若白化症列入罕病，社会会更加知影因的需求，对白化症患者融入社会会更加有利。记者郭文林、姚凯台北报道。台湾估计明年就会进入超高龄社会，这阵时代的照顾制度甲福利是愈来愈重要。新竹县鼓励时代参与社区的活动，保持身体健康。伊也举办阿公阿嬷的跳舞比赛，拢总有13个乡镇，计将400多个时代来参加。上老的今年已经食到103岁。阿公阿嬷欢喜对音乐跳舞，大家面容笑嗨嗨。各有来自5方乡的时代，请代表原住民的传统服装到现场，连今年已经食到103岁阿公也来参加活动，甲大家分享保持健康的秘诀。今年是103岁很跳啊，讲吼，真重要就是你要健康啊，讲这吼，不如高啊，人家会动会高，就身体也挺好啊。他平常就做运动啦。其实他每天也喝一点点小酒啊，还唱歌啦反正跟朋友在一起也非常快乐。起床起来做健身运动，做体操，从早上到晚上都很开朗，都没有什么事好想啊，就高兴啊。新竹县总人口有59万，其中65岁以上的时代超过85000多人，占总人口的14.5%。举办趣味的跳舞活动，主要就是希望时代会当振动身体，培养运动的好习惯，增加我们这个体适能这个肌力那这个要平常就要来落实，所以今天的活动是一个抛砖引玉，很有意义。我们希望落实在各个社区，在平常的每天的一个生活习惯。俗语讲，好野唔达着会食，好命唔达着勇敢。卫生局讲，人年岁济，难免会有一寡辛苦病痛，所以爱随时注意身体状况。嘛，鼓励时代平常时爱较食运动，人老心袂老，保持好心情，欢喜过生活。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真侪大自然的动物，食物结构有特殊的功能，亲像一寡食物的叶啊，就有防水的功能。咱人类也会透过风生学的这款学问来模仿因的结构，来开发新的科技。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邀请大学的教授规划学生囡仔的风生学课程，透过亲手做实验，了解这个学问。甲水滴伫叶仔顶面，观察叶仔防水甲吸水的差别。国立东华大学的教授带学生囡仔去外口观察杂草。头一摆遮尔认真看杂草，参加的学生拢感觉真新鲜。平常时你袂去注意遐个草啊，毋过老师带你去熟悉伊的时阵，你会感觉足趣味的。以前没有看过，没有了解，以前只有在那个书上面看过。嘉义县科学教育中心为了要互学生囡仔会当了解风生科学甲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举办风生手作工作坊，我们带学生去看食物的结构。各互因动手做科学教材，来模拟高下行为。我们的科学主题有3个：1. 杂草环境教育；2. 蚂蚁寻机小车；3. 仿生设计。希望透过这个课程，让孩子们来知道、认识
环境跟科学之间的关系。在外面找杂草，看到很多有关杂草的知识，认识新的杂草，有亲水性、疏水性、超疏水性等很多。上课教授表示，有一寡食物的叶啊有防水的特性，风信科就转换伊的原理，发明防水的材料，亲像两片一组的黏膜带，嘛是为七哥草的毒素转变而来。风信科运用伫生活中真侪所在，透过课程，除了互学生亲身体验生物的特性，嘛会当来培养因对自然环境观察的兴趣。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马祖当地人号做丁香水的蓝色珠类，逐年拢会请真侪游客专工到马祖去看去佚佗。即摆有愈来愈侪马祖的少年人登去因的故乡推雪观光。公司台记台青春来帮用暗7点半要带大家来了解这阵在地少年人安怎宣传因的故乡。啊，这么少啊！对，我刚才看到颗粒点还蛮多的啊，靠，结果水桶甩下去。当咧讲话的人是走找蓝色珠类的周小马，便来到马祖蓝色珠类的大街，伊就会伫暗时啊塞车，四处走找蓝色珠类。有这么一说，马祖不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地方，因为只要一有来点累，就是起浓雾，一起浓雾，你想离开很难离开。有，这边有一颗，这里也有。蓝色珠类都要有适合的气温甲水流才看得到，就算有可能会落空抓。伫大街期间，要是替马祖带来袂少游客甲商机，嘛带动少年人回乡。除了工作机会有增加，饲囡仔的成本价嘛是原因之一。互马祖成做2022年全台湾生育率第1的县市。马祖这边其实要养小孩、在照顾小孩的成本低，而且很安全，小孩在这边也不会有太多的诱惑。经营旅馆的好心，因为对艺术真有兴趣，伫马祖甲在地艺术家合作办活动，希望互旅客感受马祖艺术气氛。不过伫文艺过后，踮伫两岸地缘政治之间的马祖，在地少年人是安怎看待的？台湾或外地人看我们马祖的一些状况，例如抽沙船啊，或者是海缆断掉啊，他们都可能会觉得很紧张。可是对我们当地人来说，就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连江县政府讲，参中国有参详讲要用4通啦，啊，其实在地人无认同的较侪啦，因为咱马祖本身无欠水、无欠电、无欠气啊。我感觉桥嘛无通的必要。面对两岸之间的纷纷扰扰，在地居民立场虽然无一定同款，不过个人要有个人应对方式。伫这阵少年人的心内，要安怎拍拼提升观光的品质，甲遮建设做一个安居乐业的好所在，才是因真正要义的目标。记者吴德庆、连新维马祖报道。连假期间天气无稳定，也若明仔载天气如何，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24度到30度，中部地区24度到31度。南部地区25度到32度，东部地区24度到30度，外岛地区22度到29度。接下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来日帮，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